咁我哋最緊要睇佢幾時流月，流月係會突然之間發威啫，佢哦好，就直論啦，係啊，好，就寫年頭丙火月木並氣啊，所以財破印不會變動太大，而地支月木生五火，三合火局，你係想講人木生五火？係啊，人木生五火，係啊，sorry 啊，印星旺了泄比劫咯，咁呢度可以寫係啊，然後就寫誒我一定要咁樣括住，如果唔係，我永遠都會記住，火生土點解會蝕咧？係啊。所以咧，佢年頭咧就係得個講字咯，佢大多數會係，因為佢好多時候最近咧就係講完吹水，但係就係唔做咯。好，咁農曆3、4月啦，天干丙火退氣，嗯，反而係個丙退咗先，唔係個月退，即係個月木會仲喺度。個月木死咗咯，係啊，寫埋啊，寫埋啊，冇晒噶啦，已經係月木同丙火都退晒氣噶。And then 個神土咧，個神土有個癸水係會克走個丁火嘅，所以佢嗰個個五火都受咗傷噶。所以其實我想講咩咧，係3、4月係會發生有變動噶，會有變動噶。嗯，神土中的癸水會克胡年五火中的滴丁，丁火，嗯，這些月份會有所行動咯。財破印。呢度寫多再高階少少啦，呢度係啊嗯，農曆3月流年五火亦會生神土。沖連柱戌土啊，呢個係導致比劫旺而財破印，只要括弧辰中癸水克戌中丁火，呢個 full stop 嘅呢個係，好古怪嘅。其實咧係咁樣樣噶，呢個咧有啲看似有啲矛盾嘅，但係你要將就下呢個邏輯啊吓。咁呢度有個神啦，呢度有個神啦，係咪？嗯哼，當呢個神係流月啦，OK。咁佢自己我哋講。會唔知自己想點。係啊，呢個丁火咧，個神土咧係會克個丁火嘅，個木咧係會克個己土嘅，OK，即係財破印、七殺克比劫咁噶嘛，係咪？嗯，但係咧呢個土咧個主氣咧，你唔好忘記佢係會火生土嘅，係啊，係啊。咁火一生土嘅時候咧，即係呢個神土咧，其實係勁咗嘅，OK，即係有力嗯咯，有力啦，係嗯咪？嗯咁如果呢個神土有力咧，佢就會想去嚼一個嘢嘅，就係神出沖咯。嗯，誒，佢嗰個流月嗰個神咧，係會同時處個神字形噶嘛，所以佢又會都嚼得嚟，又會有少少嗰個，即係又唔夠兇狠噶嘛，誒、我覺得咯，見佢，可以咁講嘅，佢會猶豫咯，佢會猶豫一下咯，佢會。即係佢都係想兇狠噶，但係佢會有少少留咗力咯。我會覺得佢流力嘅原因係因為呢個神咧，既然叫發動咗啦，right，係啊，佢神出沖咧，呢個人木咧都係會有個暗拱個卯木噶，即係有個七殺嗯，噶，即係殺個七禍了。係啊個七殺都旺咗，所以佢都會節制下噶，佢會，嗯即係我覺得有機會係佢係喐少少就已經贏咯，嗯，係啊。佢喐少少就贏，但係佢有啲糾結咯。係啦，係啊，但係佢喐少少就會贏噶啦，因為佢官人生，即係佢無啦啦個卯木又彈咗出嚟，人哋又神出衝，但係又有官人相生，所以佢唔需要，佢可能係做少少，人哋就贏咗，人哋好糾結咯，因為佢可能本身唔係諗住咁容易贏咯，嗯係啊，咁但係佢最終結果就係呢度寫住係最終結果為勝利咯，吉凶成敗復和啊嘛，講嚟講去係好。咁佢算年中啦，年中就係甲午月尾喎。甲午月尾咧，你可以寫咯，係啊，係吉中有凶，係啊係啊，表面嘢，但實際上很多問題埋藏一些禍根咯。哦，佢真係唔好彩，我知個問題係咩咯，因個為咧政府都問題啊。係我知呢個問題係咩係一個八字，因為咧呢一個我斷定呢一個壬水係吉嚟噶嘛，即係個嗯好嗯緊要噶嘛。總嗯言之咧，任何情況係
個財旺，嗯，或者個水旺，OK，就好咯。就會我要個水旺啊嘛。但係其實咧個但係火佢個木會蝕走個水咯。係啊，所以其實咧佢金水木，其實佢係有行木嘅，即係甲乙咧理論上咧係有少少通關嘅作用嘅。嗯但係咧呢個流年咧，其實我會斷佢係差咯，原來係因為佢財破印，因為我嗰個財係生官噶嘛，但係人嗯生無奈就係因為佢蝕走咗，佢蝕咗個財破印，所以今年係幾動盪咯，會係。OK，買一些禍根啦，係啊，要到年尾先會爆出來咯。土生金係咯，係啊。and 呢度寫住第三季貌似風平浪靜咯，但實質屢屢犯錯咯。之後呢度加多一句啦，光年說丁未年起於丙年新月啊，丙年新丁啊，sorry 丁酉，sorry 丁酉月啊，sorry 啱嘅，係啊，丁酉係啊，丁未年起於丙年，所以酉月係啊，係啊，所以年尾是丙丁並氣咯，哇，咁快個丁咁快嚟。光年係咁講噶，嗯，就同意咯。正偏印混雜咯。印星太旺呢度寫住印星太旺，正偏印混雜，就會多想而少行動咯，或容易做錯很多決定咯。即係我覺得咧，如果睇完呢個股票，睇完阿 Donald Trump 咧，佢丙辛丁酉係行差嘅運咯，係好差好差嘅運咯。即係丙辛丁酉係股票冧咯。嗯，因為火克金啊嘛，金咪金融咯，預咗啦，係啊，我會咁斷咯。我記得好似段流年，你都話嗰班銀行友係呢2個月比較動盪。係啊。咁佢同 Donald Trump 咪好夾咯，即係美股烈跌咯，美股係啊，嗯，始終呢個梟印奪食噶佢呢個位咧係梟印奪食位嚟噶，